其他美國今個月咧都有機會，咁我諗香港都大機會。今日帶大家直擊由美聯物業聯同經絡按揭轉介舉行嘅柏龍3記者會。即係低於1000萬，簡單啲講咧，即係可以全部都可以做到90成按揭，要1成首期出嚟就可以做到買到你嘅單位。柏龍3位於錦上路站，附近基建同社區設施具發展潛力，加上錦上路係政府重點發展區域，升值潛力無限。預期啦，美國今個月咧都有機會係一個減息，咁我諗香港都大機會同跟。咁其實即係加上一個減息週期啦，我相信嗰個絕對對樓市有一個正面作用嘅。所以我哋經絡按揭咧，今次好高興啦，可以為柏龍3嘅買家咧提供呢個置業嘅雙優惠按揭。第一個按揭計劃就係全期 HIBOR加1.3，封頂 P 減2，仲有呢個現金回贈最高可以1.4%，再加呢個綠色按揭現金回贈，最長可以做到30年，仲有呢個高息存款戶口。第二個按揭計劃定息按揭計劃，可以選擇3年或者5年嘅定息，息口就係2.73厘，仲有一個現金回贈。呢兩個按揭計劃咧，絕對可以幫到柏龍3嘅買家更加容易輕鬆上車嘅。如果有興趣做按揭嘅，記得揾我哋經絡按揭轉介。我哋按揭息口全港最平，現金回贈最高，亦都係批得最快，所以記得我哋經絡按揭啦。